平安，欢迎收听迦南之声，我是刘应业牧师。4月17日，看哪，我的耶稣正被接待。我们今天要读的经文记载在路加福音第10章。RPG 我们要祷告的经文记载在路加福音10章16节。耶稣又对他的门徒说：谁听从你们，就是听从我；拒绝你们，就是拒绝我；拒绝我，也就是拒绝差我来的那一位。哇，我们从这个经文里面，这个金句里面，其实就可以知道什么叫做接待呀。意思应该说啊，那什么不是接待呢？其实就是拒绝耶稣，就是不听从耶稣。哇，这就是不接待耶稣。其实听起来好像很简单，做起来可是不容易啊。前美国总统西奥多·罗斯福他说过这样一句话，说：你若不关心，管你多资深啊。哇，这句话非常有哲理啊。什么叫做资深？资深的官员，资深的医生，资深的所谓的老师，资深的各种，我们会觉得资深的好像比较有经验。其实一个真不真的是可以做到那个核心正如耶稣他今天所要分享的，我们成为一个耶稣的门徒，我们基督徒就是耶稣的门徒。我们要做到那个核心就在于你关心吗？那关心什么事呢？关心谁的关心？对了，我们到底要关心我关心的，还是关心谁关心的？今天的经文我们要来接上一章所说的，耶稣他其实已经给12个门徒都有权柄跟能力，把他们分派出去帮助许多的百姓。这时候的门徒应该蛮有神的这个能力因为他们是领受从神来的，所以才会今天的经文金句说谁听从你们，就是听从我；拒绝你们，就是拒绝我就是拒绝那差我来的那一位天父所以他们就出去了。而且耶稣让他们两个一组，可以彼此支援，把爱传出去那当然在这个经文里面讲了，其实真的就是在讲这10章就是在讲接待或不接待当然一开始就是门徒他们去传福音，去传道那他们传的是神的国将临了，将近了只要你愿意接待，愿意相信这个福音，愿意接受，不拒绝，你就要得医治你只要听从门徒的，其实就是听从主；但你若拒绝门徒，其实你就是不接待主那当然这个圣灵这个感动耶稣他领受说，天国向聪明人隐藏，因为聪明人应该讲他自己觉得他自己已经很厉害，所以他根本听不到耶稣，听不到这些身旁的人从神领受的那但是呢，这个婴孩却是不一样却是这个天国是像婴孩要来显出。那门徒是因为他接受了接待耶稣，而且他也去做了，所以是有福的人我们知道那个律法师他试探性的那个人的动机人的动机，神看人的内心一看就知道了，他就来问这个怎么样才能承受永生呢谁是我的邻舍耶稣真的给洞察人在问一个问题的动机是什么，什么原因问这句话我们要学起来。当一个人什么原因要跟你分享这件事，那他
内心他的需要是什么呢？我们有没有接受，还是我们拒绝他的这个动机呢？所以我们读圣经可以有人生的智慧，就在于这里哦。耶稣他就说对这个前来试探的这个法律的教师他怎么样子来回应他？你要爱神爱人那怎么样子呢？能够爱神爱人，你说的对呀，但你就是这样，你就照这样去做就对啦。那这个法律的教师他觉得自己很有理呀，因为他回答的是100分的他回答的其实是就是说，你要全心全情全力全意爱主你的上帝，又要爱邻舍像爱自己一样。嘴巴是100分，但做出来呢，因为他又多问了，谁是我的邻人，谁是我的邻舍？耶稣只有一句话就可以秒回答他，让他折服。就是亲爱的大家，我们不是问谁是我的邻舍，应该说我是谁的邻舍？我是不是能成为那个困难的人，遭受强盗那个人的邻舍呢？以仁慈待他，我们有吗？如果我们也领受了，我们有照样去做吗？所以我们知道接待就是要以仁慈，而且坐在那个人此时此刻心上所需要的。最后耶稣讲了这个事情，也是他们所经历的。他们来到了马大的这个，有一位马大的女人来接待耶稣到他家，但没想到这个马大太忙了忙到没有时间坐下来听耶稣要说什么。耶稣到一个人家不重在吃，而重在他要讲到要把他心里交代的事情交代好。可是马大因为太忙了甚至抱怨了说，主我妹妹让我一个人做这么多事，你不介意吗？请他来帮帮我吧。亲爱的大家，我们也想想马大为什么原因会对一个客人讲这句话？对客人讲这句话的动机是什么？他要的是什么？所以主回答说，马大马大，你为许多事操心慌乱，但你要想的是，你最缺少的一件事是，我到你家来，我是要好好爱你，不是让你在那里忙乱，所以你要坐下来好好让我来爱你。所以亲爱的大家，我们很多人读这一段经文就以为我们在教会都不要做马大的事情。马大没有错，殷勤服侍没有错，只是我们需要平衡优先顺序。有时候我们也会太多事情忙乱，忘记与主亲近，因为神要我们是第一个先亲近神，我们才知道什么才会坐在主的心上。爱一个人就是要他心上现在需要的是什么，能不能坐在他的心上。有人就是会觉得说那到底是这位主他是爱我们，到底要怎么样才好呢？到底是玛利亚坐在耶稣的脚前听到就是爱主，那么到底玛利亚爱主呢，还是主耶稣爱玛利亚呢？你觉得呢？我们觉得呢？其实两者都是爱就是两者都是。我们不要只有在人前服侍人，你觉得重要的，但对方不一定觉得重要。多数人会认为玛利亚坐在主脚前听是因为爱主的表现我们许多人在祷告的时候也会引用玛利亚这个是作为祈祷的心愿。可是坐在主脚前听到，同时也得到上好的福分，怎么能说他是爱主呢？他只是领受他有爱主吗？有。
因着他在主的脚前听到，他领受了福分，他才深深知道他要怎么爱主。亲爱的大家，我们知道呢吗？当玛利亚在主耶稣被卖前数日，他拿很贵的香膏来打破玉瓶，在香膏膏主的时候，他是爱主，因为他知道主，他愿意献上。玛利亚献上那宝贵香膏，让主满足喜悦，也让主好好爱他。所以亲爱的弟兄姐妹，好不好我们再次思考耶稣他所在意的接待是什么意思？我们有真正接待了耶稣吗？我们如何接待耶稣？今天这首连结的诗歌全然为主，可以成为我们今天结束的祷告。我们可以好好的听，也再一次到神的面前来觉知，主啊，我怎么全然为你？因为我的生命的重心在于接受主你的爱，也在于主啊，我愿意全然为你，成为馨香的祭。我随着主你差派我，主啊，你让我放下我自己所想要抓住，放手交给你，愿意你来喜悦。我们的生命可以如香膏倾倒，无痕的付出，只愿你心得满足。我们这样祈求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名求，阿们。音乐牧师祝福大家，我们今天的生活每一个决定都能够全然为主来接待我们的主哦。我们明天见。